这是兄弟平安。这是礼拜的时间已经到，请咱准备心来敬拜，请走到。耶和华对天咧看，伊检查拢总的世间人，伊对伊徛起的所在，外面看，地上一切徛起的百姓，伊是造成因正人的心的，留心伫因一切所做。君王袂会因为兵济得到救，民人袂会因为溃力大得到救出。我个马得到救是无采工，袂用伊的大力来救人。耶和华的目睭看敬畏伊的人，看仰望伊的慈爱的人，要救因的性命脱离死亡，保存因的活命伫饥荒的时。阮的心神平素听候耶和华，伊是做阮的帮站，做阮的盾牌。阮的心要倚靠伊来欢喜，因为伊平素倚靠伊的性命。耶和华，愿你的慈爱临到阮，照阮所仰望你的。三界的吟诗学了上帝，圣诗第222首，上帝做阮代代帮站，上帝做阮代代帮站。会众请起立吟专首。上帝做阮代代帮站，也做将来仰望。阮相比大英雄台，因点安阮所在。您保助阴阳的民，心都徛起安息。上帝成就高雅坦过，最愿分担保护。
心山也袂成最真，世界也袂形成。你对永远就是上帝，孤单无边无天。你来看，虽然千里，亲像过了一暝，暗是一个实在真谛，一万年久就过。光阴地过，一就大水，一心互伊牢记。无名无记，万年阴梦，实在拢是空空。上帝做愿代代帮助，未来将来毋忘。拄着刚好就你照顾，做我永远问候。咱犹原徛着，用使徒圣经来做咱信仰的告别。使徒圣经是圣经头前，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12个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就天。一日全能的爸，上帝的大病，伊要伫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做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谢谢。三角来起应，起英文第6篇，详细是诗篇16篇。伫信息的后面起文第6篇，我来起请会众来应。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地上的圣徒实在真珍贵。见对别个生命的人，一定加添痛苦。我毋捌参与因的献祭。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要称赞教示我的上主。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你袂予我放杀伫阴间。你会指示我人生的道路，伫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三角同心来祈祷，主要听到阮的天父上帝，你是创造的主，万权能的上帝。愿感谢你的恩典，你伫创造世界大生，就拣选阮做你的囝儿。若有份伫你的国度，基督内赏赐阮天上逐项属灵的福气，阮感谢你。特别是这个7月，这个扰乱的世代，一个人心内充满了惊吓甲袂平安，魔鬼亲像好狮伫找找通吞食的人。求主怜悯，因为因无认捌上帝，心内无真正的平安。无掠上帝做伊人生的信仰，
至到一切拢是空虚的空虚。感谢主，互阮会当甲一切拢交托互主。求主坚固阮的信心，要互魔鬼留地步，赶去魔鬼撒旦的搅扰，互圣灵保惠师伫阮生命中来掌权，互阮会当持守福音的真理，我告主最好的见证。愿感谢你圣灵的保守，互阮出入得到平安。搁一摆带领阮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愿身体软弱欠慢的兄弟，求你看顾圣灵的安慰，借着一生，互因得到好的医治。出外的兄弟，求你甲因同在，保守因出入平安。我当要用虔诚敬畏的心来敬拜，也求主借着牧师传讲你所愿在信息，互阮通明白上帝的旨意。阮当要开始今仔日敬拜，愿圣神亲自的带领，愿一切的荣光拢归乎万权的上帝。祈祷感谢，奉主耶稣亲自来求，阿门。咱来恭读上帝话，记载自新约。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书第16章21到28节，华本圣经是23页，台语汉语本是圣经是20页。现着我来读。对迄粒起，耶稣才只是伊的学生知，伊就去耶路撒冷，对遮的长老、祭司头、经学师，受到节节苦楚，搁受害死。第3日过活。彼得跟伊责备伊讲：“主啊，千万唔通，这个决断无要到伫你。”耶稣活转身甲彼得讲：“撒旦，退去我的后面！你是我的挚爱，因为你所想的毋是上帝的事，是人的事。”迄时，耶稣甲伊的学生讲：“人若爱对我，就看无家己，也伊的十字架来对我，因为。”既然爱救伊的性命的，要失落伊；既然为着我来失落伊的性命的，要得到伊。人若得到全世界，来丧失伊的性命，有啥物利个？也是人要出啥物来兑换伊的性命？因为人主用伊的白的眼光甲伊的天使要来，迄时要照逐人所行来报应。我实在甲恁讲，徛伫遮个有人还未死，会看见人主伫伊的国内。以上圣经愿上帝祝福，听伊话过来行的人。赞美，请圣歌队。伊今仔要赞美的诗歌是：咱着欢喜，搁快乐；咱着欢喜，搁快乐。请圣歌队。
进度，咱请陈牧师给咱进度。今仔进度的题目是主权交予上帝，主权交予上帝，请陈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分享大声，咱搁一届做伙来感谢。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是即个圣的主日，通过礼拜，你都通过圣经，倒一届向阮来讲话。愿主你的神运行一节中间，通过分享的过程，你的信心手续，予阮个人无共款的亮光，加做阮生命的帮衬。阮将以下时间全然交付伫你。愿咱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是啊，即个摄影机一直甲我翕。好，对细汉的时，我伫教会内底就常常听一句话：上帝你做工，撒旦嘛你做工。细汉毋捌，都受到一寡恐怖片也是鬼仔片的影响。我一直想讲，魔鬼有能力甲困难，甲上帝对抗。后来开始认真追求信仰了后，才来思考。撒旦真正有法度甲上帝对抗吗？那安尼，撒旦的困难对倒位来？离神学院了后，有机会研究魔鬼、撒旦也是邪神安尼的课题了后，才发现讲，撒旦的能力是对上帝遐来，而且撒旦原底也伫天使的行列中间。换一句话来讲，撒旦并无困难甲能力甲上帝对抗，撒旦不过是伫上帝应准下面，才有法度来行动。不过真趣味的是，旧约圣经内底，咱无一定会看到撒旦安尼的名字，因为撒旦的困难一定渐渐甲人的意思、人的需要相配合，所以人。撒旦的困难常常是通过人的意思、人的困难、人的一切的所做，来表现出反对上帝的行动。相共款，咱看到马太福音11章12节，记载耶稣讲，耶稣安尼讲：对惊死的约翰的日到现在，天国一直受强烈的攻击，凶猛的人用暴力甲伊抢去。耶稣这句话，伊并无讲到撒旦，伊只有讲到凶猛的人用暴力、强烈的攻击天国。耶稣无讲撒旦，伊只是讲凶猛的人。今仔日的经文是伫马太福音内底，耶稣第一届预言伊的受难以及割腕，同时也是耶稣第一届严来强调讲，要军队伊的人。必须爱付出的这个代价。咱看去耶稣伫外邦的所在，通过问题来向耶稣表明伊的身份，来表明伊伫世间的使命。因为耶稣看去犹太当局反对伊的动作愈来愈强烈，耶稣对伊竞选的这12个学生非常的烦恼。因为这12个学生并无一定对伊所传的道理、对伊所设的比喻，甚至是伊通过生涯所行的服饰，并无在阮比其他人更较明白、更较清楚。耶稣强调，因这门徒、因这学生受到法利赛人、倒撒都该人的这影响来跋倒，煞来离开耶稣。咱若是对马太福音来看去，这学生是军队耶稣的后阶段，伊念伊互人讲，因食饭无咧洗手，无行洁净礼，无追求圣洁。因念伊互人讲，因无咧禁食祈祷，这学生真无敬虔。总是我要讲的是，面对这个质询，还是讲面对这个控告。敢真正对军队耶稣的这学生有啥物款的影响吗？咱知影讲犹太人伫
伫经历遐尼久，互外邦帝国统治的这个时间了后，因伫即种受到压迫、捆绑的情形下面，因真正足期待旧约先知所预言的迄位弥赛亚、上帝的拯救会当赶紧来实现。所以因对上帝选民的身份非常的要义，总是要安怎表现出因是上帝的选民，就是守律法。守律法就是代表因是上帝的选民活在的记号。所以因无毋茫讲因为无守律法，伫上帝拯救、施行拯救的时，因煞来丧失即个得救的福分。相共款，耶稣的学生面对安尼的质询，伊嘛是相共款，真期待上帝的拯救会当降临，伊嘛是期待上帝拯救降临的时阵会当得救。总是经学士、法利赛人安尼来质询，即阵讲因无伫守律法，这不免互遮的学生只啊丢讲，那安尼都要继续军队这位老师吗？咱呢，军队这位老师是对啊毋对？军队这位老师耶稣，就互人控告讲无守律法。耶稣知影安尼的情形，耶稣嘛知影家己的时，就是面对十字架的时，渐渐接近。总是伊看起家己的学生，犹原眼头眼面，实在烦恼。眼头眼面敢听有？耶稣真正烦恼伊的学生，所以伊才问伊12个学生讲：人讲我是一罪，来问讲人讲我是一罪。咱对经文内底来看起彼得伫上帝启示下面讲出耶稣真正的身份。伊讲耶稣是基督，是永活上帝的囝。安尼的一个名号背后的意思是啥物？意思是讲，耶稣不只是弥赛亚，伊阁是大逼的后裔。我想这咱对马太福音第1章会当看去，耶稣的族谱，伊是大逼的后裔，都是上帝应允要保守的这个王权。上重要是伊的属灵身份，耶稣是谁的囝？上帝的囝。一般人拢看耶稣，不过是旧约先知所预言。要来迄位先知尔定，总是只有彼得，伊有安尼的福分，得到上帝的启示，才来讲出耶稣真正的身份。所以咱看到耶稣的学了彼得，得宣告彼得伊未来的使命。既然这12个学生拢伫上帝的启示下面，知影耶稣真正的身份，接说。耶稣就要甲因讲，伊来到世间真正的使命。耶稣安那向伊的学生讲，伊讲伊就去哩耶路撒冷，对长老、祭司长、甲经学教师受真济苦难，佮互人害死。第3日，上帝互伊搁活。耶稣以爱军队伊的人，真正明白伊的身份，也明白伊的使命。耶稣真正无爱人，眼头眼面，照家己的意思来军队伊。总是咱看起经文的记载，耶稣话一个讲了，送到口气边啊，搭这边，必定随时在口气边啊，搭这边，必定无愿意家己军队遐尼久的学生拄着安尼的代志。安尼来受难、受苦、受死，总是咱看伊讲彼得即届煞耶稣来接边。前一秒彼得毋是念伊互耶稣学乐吗？后一秒都互耶稣安那接边。有时阵看起来甲咱真亲近，那亲像袂害咱的人，也有可能真做撒旦所利用的工具。为着要阻挡咱实行上帝的旨意，咱看起讲耶稣是灵性上非常的明醒，伊知影
撒旦要利用这个互上帝启示的人来引诱伊，要企图互耶稣无法度遵照上帝的旨意，要互耶稣无法度完成伊的使命。咱看去讲，耶稣学了彼得是一个有福气的人，是因为伊得到上帝的启示，来讲出上帝的耶稣的身份。总是咱看去耶稣也会当因为彼得无注意、无警醒，耶稣就随时来责备彼得。所以咱看去讲，人就是人，有迄期的软弱。咱若是无常常来对付家己的私欲，咱就有可能互撒旦来利用，甚至来讲出、来做出违反上帝旨意的代志。一个牧师徛伫台仔顶，一只讲道，照伊得到上帝的启示、信心的感动的讲道篇，一只讲道。总是无代表讲牧师落去台仔骹所讲的话、做的代志，拢一定有上帝的启示，拢一定有信心的感动。相共款，基督徒若是无警醒，咱有可能头一秒讲帮助人、造就人的话，后一秒咱敢有可能讲伤害人的话，嘛是有可能。对耶稣来讲，是就是，毋是就毋是，对就对，毋对就毋对。不管咱过去为了教会付出偌济的时间，付出偌济的时间，咱拢无在阮讲，咱讲的拢对，咱做的上帝拢一定会欢喜。甚至有时阵，咱会感觉讲，咱是为着上帝国伫设想，咱是为着教会好伫思考。总是无代表讲，咱所做、所想、所讲的，上帝拢一定会欢喜。彼得有听耶稣无？彼得有听耶稣无？就听嘛。总是伊表现听的方式，却受到耶稣的责备。咱若是对创世纪的角度来看，其实嘛对彼得来反映出人想要做上帝安尼的欲望。彼得得到上帝的启示，伊讲耶稣是送的囝，送的囝，上帝的囝嘛。啊，但是上帝的囝，你若上帝的囝捡去边仔搭责备，那是要指导耶稣安怎做？彼得是咧教囝嘛？伊到底是送的囝？这个军队耶稣的学生，因毋捌伫旷野经历过撒旦的控告，经历过撒旦的试探，所以伊毋知影家己会讲出安尼的话，互耶稣来责备。耶稣虽然讲伊要治犹太当局的手下来受死，总是耶稣敢有甲因讲，因要死伫十字架顶。经文的描写，耶稣敢有讲？耶稣无讲伊要死伫十字架顶。总是真趣味的。耶稣竟然甲伊的学生讲啥物？伊讲要军队外的人，着完全否定家己，也是讲看无家己，也家己的啥物货来军队伊十字架，也家己的十字架来军队伊。耶稣先责备彼得，然后甲其他学生讲，要军队伊的人必须爱付出的代价。耶稣不只是预言家己的受难，也预告讲要军队伊的人也必须爱受难。我相信耶稣的学生伫即个时阵绝对非常的狂野，因耶稣连面预告家己的受难，也用受难来邀请伊的学生。头我有讲过，耶稣的学生甲其他的犹太人相共款，因拢咧期待上帝的拯救会当降临，因毋望上帝所应允的弥赛亚真正会当降临，对付即马即统治因的罗马帝国。总是耶稣叫因爱压啥物回来军队伊？十字架。
是哩个拄好是罗马帝国用来恐吓其他的殖民国的一个工具。这是犹太人上无爱面对的物件，或者是哩个。结果耶稣叫因爱亚是哩个安那军队伊叫这个学生去做因上无要面对、上无爱做的是哩个，压起来军队耶稣。受苦甲是哩个，是耶稣尊叹、顺服上帝旨意的一个典范。换一句话来讲，人袂无代无志，互家己受苦；人袂无代无志，互家己面对死亡。照人的欲望来看，人较意爱无烦无恼，心无挂虑，生活自在。上好是这个世间得让当退休，享受这个世间的快乐。受苦，面对死亡的威胁，这拢违反人类的生存意识。总是，若是为着一件家己感觉真有意义、真有价值的代志，迄都是另外一回事。总是我要问咱大家，咱活伫即个世间有啥物代志，会当互你愿意牺牲家己的性命，看无家己来追求的？我想咱诚做基督徒，绝对有一件代志爱要做，就是传福音，建造上帝国，互上帝国会当得到扩展。总是我要讲的是，咱敢有要做伙甲耶稣传福音，建立即个上帝国，敢有？恁若学无即个意思？有无？有嘛？后摆我问题会问3届。不过我要讲的是，虽然咱要传福音建立上帝国，不过毋是照家己的意思，是照上帝的意思。耶稣伫遮意思就是安尼，伊毋是爱耶稣真正去派一支真的十字架来军队伊。咱即马敢有耶十字架？啊，不过咱的阿妈棍拢有挂一支啥？十字架嘛，对无？无够大支，去换一支较大支的。耶稣讲的毋是真正去压一支真正是个军队伊啦。耶稣意思是讲，咱爱遵照上帝的旨意，咱为着要遵照上帝的旨意，爱无惊见笑，爱无惊见笑。咱看到一寡艺术家为耶稣去钉伫十字架顶，对无？总是耶稣讲是倒有抹一块布。有无？有嘛？总是真正历史顶面，互人顶十字架的人，敢有抹布？无抹布。互人顶十字架的人，伫死进前，在面对安尼的侮辱以及见笑。总是我要讲的是，当你真正去互顶伫顶悬的时阵，你得要伊安尼的代志吧？你袂去要伊遮个代志啊！你袂去要伊，惊见笑，要伊别人的看法。我要讲的是，这拢是咱人正常的反应。自我中心，坚持家己的主张，这嘛是咱人的生存的意识。总是耶稣直接讲，要军队伊的人，佮爱掠上帝来做中心，爱顺上帝的旨意来行。爱将生命的主权完全交予上帝，无阁有家己的意思，无阁有家己的欲望，而且大家都对付家己迄起的软弱，想要对付家己，为着互咱会当继续领受上帝的启示甲感动。既然咱要军队耶稣来传福音，咱得对付矫正。咱要就是完全顺服上帝的意思，无迄种一下家己的意思，一下上帝的感动，一下家己的私欲，一下上帝的启示。甚至有当时，咱嘛会无注意，将家己的意思，甲上帝的意思包装做伙。讲到这，
可能我无去提起撒旦的名，因为无需要提起。撒旦上高顺人的意思来反对上帝，所以咱若是要对付撒旦，我要讲的是，毋免去找撒旦伫倒位，毋免去找，对付家己，看无家己，否定家己，就是咧对付撒旦。耶稣伫遮所讲的性命，就是人的自我中心、自尊甲私欲。我毋知影咱敢有听过有人讲，伊若是一工无啉酒、无食薰、无啉一杯仔咖啡，那是要爱伊的命的。恁敢有听过？有嘛？较早老爸就是安尼啊，一工仔无食一支薰，还是一包的，那是要伊的命是共款的。特别咱现代人，咱身躯顶拢有炸一台啥物货？智慧型手机嘛。你也无三不五时去来看一下，啊，看伊强要无电呢，啊是讲无网络，啊，着摕一手机啊，那需要去手机啊牵咧行的，找对到有 WiFi 安尼，啊，学无法度上网，无法度看，无法度使用，爱咱的命的，我毋知影咱有即个感觉无？无看咱学袂安心，相共款。讲到人的需要。有时阵咱嘛会因为无照咱的意思，咱人就气噗噗，规身躯无爽快。人甲人之间，不管即个范围、即个团体偌大，人数偌济，咱拢必须爱学习团体意识。团体意识，每一个团体拢有伊家己的规则爱来遵守。上帝国的起造也是安尼。总是规矩，毋是人定的，是上帝定的。咱人若是要参与伫上帝国即个建立，我想咱得学习来否定家己的意思，来学习看无家己。咱的信仰的操练，就是甲咱讲，咱会常常祈祷、读圣经、默想上帝的话，过一个灵修的生活。可能咱会问讲，牧师，你不是甲阮讲这，爱祈祷、爱灵修、爱读经、爱默想上帝的话，啊，做这个操练是要创啥？就是要互咱随时领受上帝的启示啦。就是要有信心，有机会来感动咱啦，互咱知影上帝的意思。可能咱会感觉讲，做这个操练。真正是违反咱人的意识。我问咱大家，咱安尼有当时啊规工做工课，下班回来，你第一件代志你要做啥？下班回来，你会随读圣经吗？你会随祈祷吗？还是想讲来休息者，来啉一下啥物货？我无讲啉啥啦，啉一下啥物货？啊是做一下啥物货，互家己较爽快，对无？因为为了体贴肉体，我就想讲要互家己较爽快。总是讲真正有人下班回来，愿意讲随时祈祷、安静心、读圣经、追求上帝的话。我相信有，我相信有。我毋是讲大人拢无，我相信有。做安尼的操练，真正就是违反咱人互家己爽快的意志。但是我要讲的是。这就是咱人的本质，咱原底旧的性命。但是咱若是愿意改变，过一个灵修操练信仰的生活，咱就要得到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得到一个新的性命。这个新的性命，就是讲，咱常常甲永远的上帝，通过灵修，通过祈祷，通过读经，得到一个甲永远我上帝结连的一个生活。最后我要讲的是。凡事交予上帝，将主权拢交予上帝。因为上帝要通过耶稣基督第二摆降临的时，要来审判众人，照咱个人的所行所做，甲咱报赏，甚至是甲咱刑罚。有时阵上帝就是因准歹代志发生。
上帝就是引准派人存在，上帝就是引准派的势力存在伫教会内底。咱检视看无，就算讲咱看有，咱是要安怎？想要靠家己的气力来改变吗？想要靠家己的计划想法、计谋来改变吗？毋通安尼做。想要对付歹的势力，想要对付撒旦，就像我家己讲的，对付家己就有够野，对付家己就有够野。撒旦伫过去，伊无爱互耶稣也是哩个。撒旦伊无爱互耶稣受难受死，撒旦伊要互耶稣活了好势好势。撒旦对耶稣真好，敢对？撒旦真体贴耶稣的肉体，真疼惜耶稣的能力。我要讲的是，过去撒旦伊无爱互耶稣也是哩个，就是现在。撒旦嘛无介意有人也是哩个来军队耶稣，因为若是愈来愈侪人也家己的是哩个来军队耶稣，上帝国就要得到复兴，就是互上帝完全掌权的人，就要愈来愈侪。这也代表讲，愈来愈侪人通过看无家己、否定家己，来得到新的生命。今仔日，咱嘛对彼得和耶稣接臂这件代志，得到一个提醒。不管咱过去为着教会付出偌济，我毋望咱拢来放我袂记。请问彼得会当讲出耶稣真正的身份，是靠伊家己的能力甲智慧吗？是上来启示的？上帝来启示，那安尼咱做教会事工，咱的恩赐对倒位来？咱的尊重对倒位来？咱的财政对倒位来？恩赐拢是对上帝遐来，事工的完成、服侍的顺序，检毋是拢是上帝所赏赐、所保守的吗？检毋是上帝拢应准的吗？咱莫阁想咱过去所付出的这个成绩，免得互撒旦有机会甲咱利用。咱做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竞选阮成做主耶稣基督的学生。总是主，阮真正毋敢讲，阮有野起实力价来军队，也确实，主上帝，你知影，阮人的软弱，这真正是一个真恶的功课。因为这个功课是要互我来分别，到底我即马伫想，即马伫做的，是上帝的意思，还是我人的意思，还是撒旦的意思？主上帝，阮心灵这真正真歹分别。总是主恳求你的神，就是信心，无离开阮，帮助阮，保守阮，下当互阮常常祈祷，读上帝你的话，来得到你的启示，来得到阮的灵魂的精英。主上帝，也恳求你帮助阮，当阮面对阻挡。面对拒绝的时，阮大心要做的是安静家己，全然交托伫你，生命的资源全然交互你。阮无意爱得照阮家己的意思来行踏，阮较意爱得到你的启示来行踏。愿主你的神继续安尼来引带阮。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圣诗第548首，我是为基督，我是为基督。
会众请起立领专首。我是为基督，是的耶古好，我的心望主的靠最你心中落，无论智慧本事，是尊贵侮辱，拢现我主罪你基故罪主路因故故，无论困苦骄傲，也是有问烦恼，也为着主接纳团破，也先是只拢无，为主会是你给，我大真真无对。心中假是拢无放的，为主陪命到尾。会众请坐，接来奉献，咱请莫桂英执事甲陈秋恒执事来施献。咱头一摆到教会来，毋知奉献的意义，会使免奉献毋要紧。会众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以报告内心，咱来看读今仔日的金句。我来读一遍，请会友来读2遍。咱伫周报上后面，迄时耶稣甲伊的学生讲：
人若爱对我，就看无家己，也伊的世界来对我。马太福音16章24节，请。咱先开周报第一页，咱顶礼拜咱自会进行甲本周甲下礼拜咱服侍人员咱家己来注意来注意来看。第二页，咱周间咱团契的聚会时间甲地点迄个甲教育部的课程甲主流的聚会，咱请家己来看。周报第三页，咱教会小组的聚会，咱各组聚会的时间甲地点，请家己来看。特别是山营组的李波清，迄是暗时，是暗时礼拜三暗时7点半。这主旨又拍毋对是八德区丰德路毋是新丰路，丰德路丰德路，道德的德丰德路先开周报第4页甲第6页，咱是教会咱小组咱需要带导的事项请咱为着咱以下这事项来带导。咱先开周报的第7页，咱顶礼拜咱教会奉献的名册，咱请家己看。若毋对，咱请中心来更正。消息报告。本水第一项，咱9月份的第外的中心顶落是林漳州长老这次是单数陈述员拜六林富祥是礼拜咱即摆来举行新林团契首长的就任式，咱主理的校长是余志明长老，少气的会长是赖和谦，协兴的会长黄伟霆今仔日还有代志咱再来补就任。好，这时咱要来举行主流校长以及少年团契会长的这个就任式。只要要宣告进前，请咱兄弟姊妹三甲起立。余志平长老以及赖和谦兄弟，因一定通过选举以及这个车牌的这个规矩来得到因的积分。当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教教会桃园东会小会官兵，设立你余志平长老成做主理2的校长，以及赖和谦兄弟成做少年团契的会长。一只会设立的仪式，是要互众人知影讲，恁的积分是教会照规矩来交托互恁的。答恁受责任，成做主理2校长、少年团契的会长，恁着协助牧师、长老，存清气的心来服侍教会，治理来办理教会的事务，互上帝的名来得到荣光。阿门。会众请坐。这时，请咱的这名长老来挖过去，都何谦。咱先请咱在任的小委员出列，但握手来但接纳。
即粒咱来举行9月份的庆生会我若念落名请来头前咱该甲你三角欢喜。李立芳、王世新、王建伟、王立清、田明宽、吴文杰、单古专、蔡荣谦、李正义、李秋英、李秋桃、李应南、沈文阳、林义明、林陈淑贞、单基苗、单教明、胡翠萍、张嘉显、梁文祥、许佩如、徐小兰、陈庭贤、陈李秀玲、陈建州、陈碧莲、陈维仁、彭秋龙、尤翁斌、黄史恩、黄义佩、黄庄文、黄传进、温立竹、刘文珠、潘天成、潘桂娥、陈佑金、蔡秋慧、丹秋花、郑美珠、张荣、简如嘉、罗义协、罗伟伦、罗潘恩、苏顺良、叶信坚、苏怡玲、陈景婉、吴慧婉、周伟成、林静霞、黄秀仙、邱心怡义兄。继续来报告。第四项，今仔日是咱社区的花艺班第5期的结业成果的展览吼。咱看头前拢有真水的这个插花吼。咱特别欢迎咱有学员甲伊的亲友来参加地方咱中昼12点，伫6楼办公室来召开财务部会。请部员来出席来参会。第六，下晡12点半，伫7公益来会室来召开礼式会议。圣诞节筹备会包含传道部会、甲团契辅导委员会请牧师传道甲以下的同工来准时来参加，咱家己来看吼。下主日9月70第下晡7点半，伫7公益会议室来召开9月份的定期中式会，请中式来准时来参会。
会后煞开小会请小委员来出席来参会。小会的消息吼，咱在职会员请到咱4楼吼，咱外口迄个领迄个忠实的预选票吼。那因为要伫后礼拜就要截止吼，9月10吼，9月7，咱中昼11点就要迄个预选票的投票就截止吼。咱若请未摕的人家己去领。教会消息，第一，咱同长老教会夫妇甲妇女野外的灵修咱日期、地点、交通甲费用咱请家来看。若要报名那请迄个朱美玲姐妹来报名。第二，咱第6期的社区法医班的来招生伫10月14开始每礼拜六上午10点到11点，伫755教室来上课咱欢迎兄弟甲后面的朋友来报名。咱名额是30个额满为止咱报名咱来接受迄个简称执事还是郑怡彤来干事来报名。教界消息，第一，咱教会领受培训的课程地点、费用时间内容，咱请家己看其他的消息，第一，咱同合作储蓄互助社到今仔日中昼11点伫7公益会室来调归合作社李干事会请李干事来出席来参加。以上报告请牧师来介绍新兵的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到第一届来，牧师毋知，咱四周围看一下好无？面相较好看，来笑一下。好我看到有一寡时间一只我补充报告头过咱咧唱圣诗第1首的俄罗斯歌222首对无？头过苏尔之师有讲到声是音毋是音呀即摆我因为都有一寡时间，我讲一个笑话来解说音甲音呀啦都我较早做新学生的时阵甲牧师娘去台南安平踅街嘛，因有一条老街总是停车的所在，要行去老街都有一段距离。迄个时阵真热。我较袂惊热，毋过牧师娘足惊热，甲体格无关系。伊较早才瘦，我袂惊晒，伊就讲遐有树影，咱来遐行树影较凉。嘿，树影，我就来讲行伫树影。下骹较凉，敢有影？伊知影我要来教他，伊拢无爱甲我回答，伊安那回答拢毋对，是安那？伊若讲无影，我讲你毋是讲较凉吗？你若讲有影，我讲咱今日去树影哪有影？安尼听有所以甲影恁敢听有指的是讲较大诶，较袂叮当固定一下像总是咱人诶叮当动物伫走诶，反射下来，迄叫做影啦。所以这影甲咱分得清楚好，安尼知影好。毋忙这笑话会当加强大家的印象啦我回去爱过键盘倒来。11月份要到11月5号要来庆祝咱教会设教132周年，延续落去都有圣诞节。一只我要邀请嘛鼓舞咱的兄弟姊妹，真正多多来关心，做伙来参与，甚至不管是设教132周年，你毋茫要安怎款的庆祝，还是你要提供安怎啥物款的资料，啥物款的分享？牧师一只真欢迎，嘛邀请恁做伙来协助，做伙来做工，
圣诞节的部分嘛，毋望咱做伙来参与，尤其是邀请愈较侪的慕道者参与一节内底，享受主耶稣基督的听。以上一只做补充的报告。上引圣诗第611首，对主的人有幸福，对主的人有幸福。会众，请今日来吟传首。上引说，请牧师来给咱教导。对主的人有幸福，那尊优秀真快乐。是给我录音时，满心平安真得意。的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得跳跳大欢喜。见了主唔通把你就的快乐，永远通的主快乐。主的人有幸福，也可通的快乐。主福音的我心。最美点的归下月，的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的跳跳大欢喜，见了主唔通把你就的快乐。永远通的主快乐，对主的人有快幸福，虽然骄傲暗错过，那对耶稣的脚步，会的主教咱错路。的快乐，对主的人的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的跳跳大欢喜，见了主唔通看你，就的快乐，永远定知主快乐。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愿三位一体上帝你的心帮掌管，每一个人也起家己的实力价来跟对主耶稣，通过看无家己。互阮教会彼此顺服，彼此谦卑，追求上帝国的建立，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各位众，请坐，接歌。
地狱密岛。即日咱来举行平安礼，咱请今日咱前后左右的会友来讲平安，来讲高